阮是算真早进前决定要跟囡仔讲台语。阮大汉的即马已经4岁半，伫巴肚内底就开始讲台语，到即马应该已经超过5冬啊。上大的困难就是语序袂晓讲，毋过找书典的发现讲，其实有一寡拼音，也是讲台文、汉字，我看拢无，毋知要安怎读，因为拼音看无嘛，台文、汉字嘛看无。这个时阵我就发觉讲，我家己的装备无够啊，我需要搁再提升我家己的能力。迄当阵拄好拄着陆条嘛有开课，所以就报名参加读写班安尼。第一爱方便操作，直觉性爱悬，因为安尼囡仔真紧就会当熟手。第二就是爱有古锥的度，因为大人甲囡仔拢介意古锥的物件。第三就是爱趣味好耍，有互动性。安尼囡仔就会感觉好耍趣味，有挑战性，因参与的动机就会增悬。就是这是头一套用会当点读的台文读写教材。我要伊的迄部分其实拢有啊，就是直觉性悬，度古锥，趣味阁好耍，阁有互动性。除了读，阁会当练习写，而且伊这字贴的部分是会当重复使用的。阁有白板笔，其实规组拢是台湾制作的。这是一套予囡仔的教材，也毋过囡仔会使用，大人嘛会使用。对罗马字无基础的大人也会使透过这份教材，甲囡仔做伙学习，做伙进步。阮兜有用过点读笔，即马台语点读的产品真正是足有限的，适合的囡仔嘛是较细汉。若讲要囡仔要开始学读写，其实即马的相关的点读产品其实是无的。囡仔有生足欢喜的。当然有，这套产品真正足赞的，嘛邀请大家做伙来支持笑嗨嗨台语发音玲珑啊！我声音吼，拄富卡圈是讲老爱是讲客话，老爱老公是讲福佬。记得我忙出世时，我老公是讨论红讲，汉白有声音，老记得讲母语。我老声音讲客讲母语的目的啊，其实动诞生。是为着记着老夫卡因情感的连接，记着出戏啊、误会啊、拄到乜个困难，去全部卡老妈妈讲下，是迄只记起到安全嘅位数啦。我希望我老爱声音，学会老学老嘅长途，做得学到，唔是讲老糖，未做得吐老声，当从老嘅学会欣赏去广告。是讲，一张语言是讲去上会保存流传下去，几时会有温史，然后去记录下来。有着语言是详细讲的，所以我是会靠语言然后印票，然后去记下来。两下出体都不卡讲下，我没有然后该本土语的推广协会合作，是有每一只客家团，我着客家的家庭为其中强下。逐礼拜用较会讲故事，因为了其实因你3C的，该互动啊，是因你翻译讲的，该反馈系动家的，你的该声音的方式，你是会，然后该着3C 强咯，记着看到啥，人会持续生气，人会先坐下来，好好有耐心去学习。其实都学到地步啊，线上圈有该口腔的进度的问题，了头搞出来，其实做学到线上该补充治疗。去做咧用地背改吐啊、离药啊、吃类啊，来加强学生对了在语言嘅影响。了了学来家庭本来是晓通老讲咧，上个快时学该拼音时节，其实对了头教出来快时系当好嘅基础。讲系本来不卡摸都该讲学落尾音，不过上快时嘅小朋友了头教出地背嘅吐。老离的全动生气，我老爱声音形容了头搞出来时阵，我发现讲伊个该腔调动完整，唔系单腔并该腔势个腔调甜，伊有照顾到某腔容的腔调。最尾是麻烦大家来上写来记起，了头搞出来实在动无简单，我试到现做了搞出来团嘴啊，全动有心。希望大家来上写来记起，希望大家。笑嗨嗨，台语发音玲珑啊！